高雄左营的高步社区是由13栋大楼组成的，这外观看起来，互叫做是小香港。这社区到达40年啊，居民也讲，这几年这外墙的态度会落落来。虽然社区有心要改善，不过经费有限，就算政府有补助，家己也是爱出一部分的钱。因目前的财务状况实在是不度负担。 民众徛伫建筑物头前摆出各种姿势翕相。左营高步社区因为圆条形的大楼外观真新香港的建筑，已经成做真正的拍卡翕相景点。不过这13栋大楼都已经40年啊，居民讲这几年常常有态度落落来。虽然社区有心想要整理，不过欠缺经费，只会当用上简性的做法，吐掉做风水尔尔。 真无美观，有观光客感觉真可惜。因为伊遮游客算济，所以游客嘛是来看伊即个景观，看伊即个社区的风景，所以可能游客嘛会当跟募资啦，然后出一寡钱，然后来帮忙维持即个社区的风景甲安全。社区管委会指出，高步社区的管理费自民国85年来，拢维持每一户逐个月才200块，维护电梯都无够。诸位区文长讲，虽然市府有提供外墙翻新的补助，可因参考，不过因为社区必须要负担一部分，以因目前的财务状况，实在无法度负担。这个社区的住户都是老公公啊，都是70、80岁的，你们要帮我们改善我们社区的环境，我很欢迎。但是在经费上，麻烦你们市政府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。对，那今年针对公寓大厦外墙适材修缮、调整延长补助期限、放宽申请资格以及调高补助金额。那补助金额提高至30万元整，受理到今年12月5号。 想要解决外墙态度老旧，社区管委会希望政府斗3工。都发局表示，有提供多次更新整建维护的补助计划给社区参考。另外，工务局今年度嘛有相关的补助，只要社区提出申请，市府相关局处拢会全力来协助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、高雄采访报道。